后来今年的过年提前到1月23小年夜就开始来下困，啊2月15拜六爱补上班，但是迄天拜六囡仔下困，家长爱补上班，囡仔就无人看顾咯。所以教育部宣布，2月15迄天高中以下的学校同款嘛爱上课，然后本地6月30开始下的暑假，提前1天为6月29开始来下热。这个政策雄雄过来转月，搁烦人徛咯。要过年啊，今年提早伫1月23开始放假，互大家会使提早转去。要毋过，都要伫2月15补上班。迄天囡仔免上课，消息一直出来，不少家长真苦恼。为了减轻家长负担，所以讲教育部邀请家长校方代表开会，临时决定2月15高中以下学生爱上课。后届才补放假，也就是讲学生伫2月15确定爱加上1天课，计出来这个上课日，就选伫6月29提早1天结业生。这个决定总算让家长松一口气。像这样子的弹性的调整，我是觉得还蛮好的。是讲安尼会去添着老师，除了爱重新安排1天的课程，嘛会烦恼家长会伫学期末顺着6月25到28，5日这个连续假期，互囡仔一直放，影响到学校的期末作业的时间。教育政策是一个长期政策，而不是所谓的临时的那种急促型的那种福利政策。自闭性的教育会被当作是免费的托育机构。假应该安怎放？大家看法无共款，看来要怎调整囡仔甲家长的作息时间，都要靠政府单位好好去沟通，搁想看卖，才度做出上界好的决定。